香港藝能界的溫情交織，從3、8舞台上的淚水與掌聲，看見真摯友情與家庭力量。近日，由連詩雅、Sugar、黃浩然、姚焯菲、Chantal、邱傲然在等實力派與新世代演員聯袂出演的音樂劇3、8，在22日迎來了最後一場公演，不僅收穫了觀眾如潮的好評，更見證了香港娛樂圈中難能可貴的真摯情誼與家庭溫暖。黃翠如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感人肺腑的後台合照與留言，尤其引發了廣泛共鳴，將這場藝術盛事升華為一次關於情感連結與人生感悟的深刻體驗。當黃翠如真情流露地寫下沒有想過，哭了一個晚上，諗住睇波鞋爸爸同妹妹的演出，沒有預先來個心理準備，他們的這一對3-8，讓我這個媽媽哭了很多紙巾。給掌聲每一個台前幕後，想起那些年舞台劇的日子，很熱血，很熱血，睇完要即刻返去攬實。時，這份來自好友最直接、最真摯的感動，不僅是對連詩雅和黃浩然演技的最高肯定，更是對整個3、8團隊辛勤付出的由衷讚美。淚水從來都是情感最直接的表達，它跨越了舞台與觀眾席的界限，將演員們所傾注的心血與角色所承載的悲歡離合，毫無保留地傳遞給了每一位觀者。翠如的這番話，不僅觸及了他作為觀眾的情感觸動，更勾起了他作為同行對舞台劇日子的熱血回憶。這份共情，是娛樂圈中難得的惺惺相惜。在光鮮亮麗的舞台背後，我們看到的是連詩雅與陳家樂夫婦對事業的支持與對家庭的重視。陳家樂攜 B 女到後台為 Sugar 打氣，這不僅是為妻子加油，更是將家庭的溫馨力量融入到藝人的職業生涯中。這種將家庭與工作融為一體的畫面，打破了公眾對藝人生活常有的神秘感，展現出他們作為普通人，同樣擁有對家庭的依戀與責任。而黃翠如、陳自瑤這些好姊妹的現身捧場，則再次印證了娛樂圈中亦存在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真摯友情。他們不只是在公開場合互相站台，更是在私下給予最溫暖的支持與鼓勵。這種情感連結，對於在充滿壓力的演藝圈中打拼的藝人而言，無疑是一股強大的精神支柱。音樂劇3、8的成功，不僅在於其精彩的劇情與演員的精湛演繹，更在於他所凝聚的這份人情味。它讓我們看到，香港娛樂圈並非只有競爭與炒作，還有着深厚的底蘊和溫暖的人際網絡。年輕一代如姚焯菲、邱傲然的加入，為舞台注入了新的活力，而連詩雅、黃浩然等中生代演員的穩健發揮，則保證了作品的深度與廣度。這種新老結合的模式，預示着香港演藝界薪火相傳、生生不息的良好態勢。總而言之，3、8的落幕，不僅僅是一部音樂劇演出的終結，更是一次溫情感動的傳遞。它透過黃翠如的淚水，折射出藝術的感染力；透過陳家樂攜 B 女打氣，展現了家庭的支撐；透過姊妹淘的義氣相挺，彰顯了友情的珍貴。這些真實而溫暖的瞬間，正是香港娛樂圈最動人的風景線。他們共同描繪出一幅積極向上、充滿愛的藝能界圖景，也提醒着我們，在追求夢想的路上，情感的連結與家庭的力量，永遠是我們最堅實的後盾。感謝你觀看我們的影片。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用，請按讚、分享並發表評論。